交通部观光署定出今年600万名国际观光旅客来台湾的目标，下步已经达成啊！是一名对新加坡来旅客，伊是含厝内面的人来到台湾观光，这已经是来第4届咯。观光署也讲，明年要拼1200万名的国际旅客这个目标。 交观光署含赞助厂商送的归纳纪念品收落来，其中包括4大国际航空提供的无限航点来台机票。到伫新加坡的诞生市是今年入境咱国的第600万的观光客，一家伙是人来佚佗，嘛是第4摆访台。是要去阿里山、太古阁，然后回来台北。这次我来，我们是去清境，我觉得清境很美啊。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小吃？小吃欧亚米耍吧，对，然后很多景点还有风景今年600万的观光客来台的目标是提前半个月就到目标。分析旅客的来源，第一名是香港客，到10月已经有86万外人；再来是日本游客有68万5千外人；韩国客嘛有超过55万人次。交通部观光署宣布，明年会以疫情进前的规格，设定1200万观光客来台的目标。对过去捌是上大宗入境旅客的中国客，明年敢会来，目前嘛在沟通。观光小两会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彼此的这些讯息，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。3月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已经确定是开放，那么也期待大陆能够更好的回应。我们也可以去强调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引到所谓的顶级或者是富裕的观光客来台湾，怎么样提供非常有质感，然后呢也非常与众不同，而且是客制化，甚至是个人化这样子的旅游模式。学者建议发展高端的旅游市场，除了成金字塔上顶悬的旅客，嘛当提升台湾旅游环境。目前较紧做的，就是若观光市场接待量无够，就算一大堆旅客来，嘛无法度应付。政府较紧解决观光业的欠工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